跳出安舒區可以突破自己，但係唔係人人都有呢份勇氣。葉標 Michael 做過40幾份工作，耶穌係佢勇氣嘅來源，而佢喺職場上亦不斷幫助別人。Michael 曾經喺買樓時遇上無良地產經紀，觸動佢繼續銀行工作嘅同時，成為一個以誠實為本嘅地產經紀，開啟佢嘅斜槓職場生涯。無論做乜嘢職業，佢都堅持要真誠助人。當然佢遇過唔少危機，但係耶穌都俾力量佢咬緊牙關捱過去。今日嘅佢已經克服過好多誘惑同試煉，佢為自己加多一項目標，就係四處分享自己嘅經歷，造就更多人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